點睇啊？迪士尼嗰個整體嘅即係表現啦，即係無論喺財政方面或者一啲入場人次啊、賓客消費等等，你自己點睇咧？其實又嗱，其實即係都睇到，即係迪士尼樂園咧，即係喺疫情之後，透過創新啦，同埋好多新嘅園區、新嘅體驗嘅推出，即係令到樂園喺過去嗰兩個財政年度咧，即係出現到即係前所未有嘅一個盈餘啦。咁連續2年係有盈餘，呢個係都大家樂見嘅。咁都睇到即係園方嘅管理啊、營運嗰方面嘅努力嘅成果。但係同時嚟講咧，我哋大家都係就係好關注，即係點樣繼續發揮呢個香港迪士尼樂園佢本身一個咁強嘅一個國際 IP，響能夠點樣能夠促進站喺成個香港旅遊業發展嘅角度啊，點樣能夠再發揮多啲嘅功能？咁因為本身當然啦，即係起碼基本上即係樂園嗰度，如果能夠做到財政穩健同埋穩步咁發展，能夠保持到一個好強嘅一個吸客嘅功能，呢個係最基本我哋一個要求啦。希望能夠繼續做好啦。但同時嚟講咧，亦都係希望即係迪士尼樂園其實可以發揮得更多嘅，因為都睇到佢過去1年咧都有響即係配合旅遊業發展藍圖2.0嗰方面咧，去發展一個即係所謂加旅遊嘅一個方向嘅。咁配合佢20週年嘅一個慶典啦，亦都係即係同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地標嘅旅遊地標啦，去做一啲嘅聯乘嘅一啲嘅推廣啦。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個方向嚟嘅。正正就係希望咧，即係我哋希望迪士尼做得好，但係唔希望佢淨係自己好啊嘛，都希望能夠引領到、帶領到成個即係旅遊業可以能夠同樣攞到個效益。